那中国的北京总是超过40度，这已经是今年第4届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。有民众讲行点落地，就若像火咧烧咧烘肉，而且有一个导游是抓甲着刷不幸过往。北京当局已经下令停止伫室外做事。 日头正炎，有人一直啉水，有人举雨伞掠日，也有人包甲白白惊讲会晒着伤。中国北京办事温度搁再升悬超过摄氏40度，其中北京南平郊区的观测站也搁观测到41度以上的高温。民众讲行伫咧落的袂输敢若烘盘顶头的肉。坐在太阳底下就觉得被炙烤，觉得自己像块肉。同学朋友之间老互相查，就是说，你记得翻面，一个面就糊了，就这种感觉。人口有2200万的北京，初5甲初6连续2天温度拢超过40度，是史上第一遍。这已经是今年第4遍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，而且连续10天的温度拢超过35度，更加是1961年以来上久的一遍。当局发布气温预警系统上悬等级的红色警戒，要求企业停止户外工作，确保老大人甲病人一旦保持良性数字。In terms of death rate from natural disaster, that is actually the number one cure among all the natural disaster, because a higher temperature can increase the death rate, and also higher temperature can also have a lot of impact on outdoor labor. 天气热到有民众着刷甚至死亡，有一位49岁导游着刷了昏倒送医了不幸死亡。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测，若是华北全国真侪所在，今年热天拢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。2024年可能会是打破历史高温纪录的上热的一年。公司新闻郑伟林、吴其昌编辑。